们环保单位跟我们教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还有多不一样的地方。循环经济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垃圾分类，说真的做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在来德国之前，我也带了一团台湾的产业到法国去。我们在台湾，我们筹组了一个叫做8+N 的循环经济的联盟。台湾的创意很多，我们很多的企业其实做得很好，可是它在台湾可能市场比较小，所以它不知道往哪里输出。其实这个全世界我们应该更鼓励更多的这种所谓的绿色新兴的产业，让它市场可以扩大。我相信德国有自己的厂商，那台湾也有自己的强项。我是觉得未来可以在这方面多加强互补。我自己在担任环境部长之后，我就发现，哇，我整天在处理废弃物的问题。我认为没有一件事情应该是废弃物，我们只要把它好好的去做分类，然后再利用，每一个东西都应该是它是一种资源来看待。所以我认为循环经济可能是台湾下一个仅次于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可以新兴发展的产业。